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人工智能的泡沫。我記得前幾天咱們介紹過一篇文章主要是介紹連不缺錢的銀行是吧，連財神爺銀行他們都燒不起 token 呢。年前還各種宣誓是吧，各種考核各種指標要 all in 這個人工智能，但是僅僅燒了幾個月，才6月份。很多银行就扛不住了紛紛砍預算，因為發現相对于績效來說，相对于產出來說，這個燒的地主家也燒不起了。那今天我們再介紹一篇文章，三聯生活週刊的。上一次說的是銀行燒不起，這次說的是連大廠都燒不起。三聯生活週刊它有篇文章叫從日燒萬元的 token 到員工自費上班，席捲大廠的隱形降薪。也有很多員工不得不自己自費燒 token， 為什麼呢？公司 token 的費用沒了，燒不起了，預算砍了，但是活還在還得幹，所以導致很多員工大廠的員工自費燒 token。token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詞源過去1年，互聯網大廠裡最重要的資源不再是工位、服務器或加班時長，而是 token。token 是大模型處理語言的基本單位，也是 AI 運行時不斷消耗的計算資源。每一次向大模型提問、生成代碼、修改方案，背後都是在消耗 token。為了推進 all in AI， 今年春天，多家互聯網大廠幾乎同時向員工開放大額 token 額度。我記得這個當時還有很多媒體報道是吧？很多大廠給一個員工你每天必須要燒掉多少萬的 token， 否則你就沒有完成任務。這種大躍進現在苦果已經來了，短短幾個月就燒不起了。然後讓我想起以前那個搞這個大食堂吃集體食堂，一模一樣所以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經驗教訓是什麼？就是從來不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這話怎麼說的？反正這個意思今年春天，多家互聯網大廠幾乎同時向員工開放大額 token 額度，把它作為 AI 提效的燃料，把它變成新的績效指標。一時間，員工比拼的不再是誰寫了多少代碼，而是誰燒了更多的 token。上一次那個文章介紹銀行也是，對吧？銀行各個部門開始燒 token， 但這種競賽很快開始降溫，隨着 token 成本迅速攀升，多家企業開始大幅削減額度，轉向精細化管理。企業逐漸意識到 AI 確實能夠提升單個環節的效率，但真正制約生產力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組織流程以及產品落地過程中那些難以量化的判斷。從瘋狂燒 token 到重新計算消耗，互聯網大廠開始試圖在效率與成本之間尋找平衡。說1000道1萬，就是投產比不合適投入的錢看不見效益，唯一能看到效益的就是裁員，就是你用得好了就能可以幹掉幾個碼農。瘋狂燒 token， 工作的第一天，王天夫就在 token 上花費了近300美元。他今年24歲，在一所985大學讀研究生研二，3月進入一家頭部互聯網科技大廠擔任技術崗位實習生，一進來就趕上部門召開300-400人的大會，部門領導說所有人要全力擁抱 AI。 我還沒反應過來，團隊負責人馬上就給我制定了工作目標，原來半個月或1個月的工作量，現在要壓縮在1周內完成。原本需要3-4個人做的預言，只有我一個人做。你看用 AI 替代人力人工人效隨着工作節奏變快，他幾乎沒有喘息時間，每天下班後回到出租屋就開始擔心明天的工作能否順利完成。正如他之前在學校裡設想的工作場景完全不同，已經沒有程序員在手寫代碼了，從技術方案到所有代碼以及對代碼的修改與評審，現在全部由 AI 完成。做前期調研時，也會讓 AI 去總結項目的基本邏輯和框架。當 AI 替代人類拼命工作時，燃燒的是 token。token 是大模型處理文本時的基本單位，主流模型中一個 token 大約相當於 0.6 個漢字。王天夫介紹此前該大廠只提供少數幾個國產
大模型免費使用，用免費的國產的啊，但是用着就出現問題了。我據說現在這個叫月之暗面是吧？那個發了一個大模型什麼 Kimi3呢？有很多人剛開始出来的時候是非常厲害，現在很多人都開始吐槽了啊，吐槽內容跟下面寫的是一樣的啊。這個王天福說啊，他們公司啊以前是用國內大廠提供了幾個免費模型，但是啊，在執行複雜的長任務時經常卡頓，思維過程很慢。從3月中旬起，所有產業人員都獲得了每人每月2000美元的一個月啊，2000美元那就是对吧？这1萬多塊錢呢，人民幣啊 ，token 額度可以在 CodeBuddy 啊或企業內部的大模型聚合平台上使用。什麼叫聚合平台呢？實際上它就是調用國外的幾個頂尖的大模型。它最常用的是由美國企業安索匹克開發的大模型 Cloud 啊，它的理解能力很強，甚至不需要明確告訴它一個步驟，Cloud 自己就能做一些腦補，完成任務的效果很好。這個碼農不是都喜歡這個 Cloud 嗎？Cloud 說寫代碼是非常厲害的啊，當然我沒有用過它寫代碼，我只是用它做圖，我感覺好像還稍微差點。4月初啊，另一家頭部大廠也宣布了新的 token 報銷福利，產研序列員工使用 AI 產品的支出可以報銷 50%， 每人每年報銷上限是1000美元，其他序列員工為300美元。多位大廠員工告訴本刊，今年3到4月，各互聯網大廠幾乎同步發放 token 額度，一個大躍進的這個景象是不是就出來了？銀行也這麼幹是吧？大家都急啊，感覺好像你不用的話就落伍了，被淘汰了。不同業務線存在一定差異，主要傾向於研發部門，超額可以申請額外的 token， 基本都會審批通過。確實啊，我覺得3、4月份的時候又掀起一股熱潮，用人工智能啊，這玩意是一批一批的，一陣一陣的。劉明陽今年37歲，程序員出身，曾在阿里、百度等企業任職過，現在是一家大型科技企業的中層技術主管。該企業有2萬名員工，年營收在200-300億。他對本刊說啊，就是對30週刊說啊，公司每月都會統計各部門的 token 消耗量。今年對部門主管的年終績效考核還新增了部門 AI 素質這一項。他解釋，由於公司的業務偏向於應用與服務，原本的績效考核只看業務結果，圍繞營收增長率等幾個主要的經營性指標。今年還要看過程，產出的增加究竟是逼着人工加班堆上去的，還是通過 AI 提效？那就是人工加班堆上去的，那是低質量的；通過 AI 提效的，那是高質量的，对吧？那是 AI 提质增效上去的，那就是向心向好。使用 AI 的具體過程很難量化，唯一能參考的只有 token 消耗量這個指標，這就是變成個硬性指標，就逼着你花錢啊，非常直觀。他聽說啊，為了讓指標好看，不少下屬會把 token 用在工作無關的事情上，但我不在意。劉明陽說啊，老闆讓部門之間互相捲，如果隔壁部門匯報的 token 消耗量很多，我會感到很恐慌，覺得不能被老闆領導看低。王天福看了啊，在3到5月這3個月裡，包括他自己在內，所在部門程序員使用 token 時毫無節制。Cloud 的 token 價格比國產模型要貴幾十倍，我們基本什麼活都交給他，哪怕是一些可以用國產模型完成的簡單工作，甚至只要模型一更新，馬上就切換到最新也是最貴的版本。畢竟啊 Cloud 快呀，對吧？你國內的模型，對吧？第一個出來響應的慢，第二個還有很多東西它出不來呀。一位頭部大廠的算法工程師告訴本刊，公司內部甚至有一個員工自發組織 token 排行榜，有上千名程序員參與。他目前主要從事算法研發，每天讓 Cloud 幫他從早跑到晚，日均 token 用量大約在10多億啊，能排在前20名。據他估算，這個使用量級每天就能燒上萬元，你說一個月就得30萬了。有多位大廠員工透露，有部門領導會在週會上點名表揚 token 排名最高的員工，
如果 token 使用過低，則會被單獨約談，像極了那個銀行是吧？也燒 token。張華是某頭部大廠的一名產品經理，他對本刊說啊，即使沒有公布排名，員工心裡也很清楚，領導會在內部管理平台上實時監控每個人的 token 消耗情況。他身邊有同事甚至將每天燒了多少 token 寫進飛書的個人動態簽名。另一名科技大廠的運營人員則告訴本刊，他在職場社交平台麥麥上看到，他所在的公司有員工發帖炫耀稱，通過給 AI 虛開需求等特殊手段，讓 token 使用量衝到了小組第一。既然对吧，你考核指标是 token 的使用量，那大家就玩命唄，因为你不看產出啊，對吧？你只看投入啊，看花錢，這誰不會啊？慢則死。拼命燒 token 背後是互聯網企業對 all in AI 的焦慮，不管是銀行焦慮，對吧？互聯網大廠也焦慮，都焦慮啊，搞得全民焦慮啊。今年春節，劉明揚就連續開了幾次管理層線上會議。過去，老闆很少會在春節期間密集布置工作，隔着屏幕，他都能感受到對方臉上的焦慮。所以我一直說啊，互聯網大廠，對吧？雷軍的焦慮，馬雲的焦慮，馬化騰的焦慮。這個焦慮不是說是，對吧？是叫無病呻吟，是什麼？為賦新詞強說愁啊？不是的，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麼來了，就來了焦慮。你不焦慮嗎？對吧？你就被淘汰了，全社會都這樣，莫名其妙啊！突然一陣風颳過來，好在咱們是牛馬是吧？牛馬也就這樣，但是有不少牛馬也被騙是吧？去報名是吧？交了這個2998去上什麼培訓班課是吧？聽什麼這些 AI 這課，人工智能，這是最後一個風口，再不抓住你就落伍了。大家還記得去年是吧？還是什麼時候？還是今年突然火起來那個叫什麼龍蝦是吧？莫名其妙是吧？一下火起來，現在怎麼沒人提了呢？對吧？我當時就覺得很多有些互聯網大佬啊，在這裡推波助瀾，起了非常壞的一個作用，天天曬。對吧？他在龍蝦上面花了多少錢？龍蝦幫他幹了什麼活？他怎麼現在不曬了呢？這些人壞得很吶！一個春節是吧？突然啊，不知道哪兒颳的邪風啊！在溝通日常工作的管理層大群裡，劉明揚的老闆不停地把一些標題誇張的自媒體文章丟進來讓大家閱讀。自媒體文章，那你說說吧？互聯網大廠還看自媒體文章，靠自媒體文章來指引方向是嗎？寫的都是某公司裁了多少人，用 AI 提高了多少倍的效能。他發現企業最高層的焦慮比中層和基層要嚴重的多。哎，這個我知道啊，因為咱們幹過高層啊。其實高層的焦慮一般人看不到，他是真的焦慮啊，因為你要面對的是董事會、股東大會，是那個數字啊，就你今年要漲多少啊？實際上你漲不了，那怎麼辦呢？都是焦慮啊。對吧？漲少了還不行，資本市場不高興，你還必須超預期，什麼意思啊？就是人家已經把你算完了，你今年就能增長1倍。好，你增長1倍，本來是挺高興的是吧？你這玩意兒沒用啊，因為人家預算，人家預期就是你增長1倍，你增長1倍只僅僅叫達到預期，你最好是增長2倍，超預期啊，這資本市場才喜歡你，然後這個大股東。對吧？實控人才高興，你的任務才完成的好，你的收入对吧？你的各種獎勵才多，都是社會是這樣的啊，把你逼的是，如果你按部就班完成，去年增長30%，今年還是增長30%，不好意思，你這不行。這個還是說走上坡路的公司啊，那你說走下坡路的公司呢？那不更慘了嗎？壓力更大是吧？所以你看現在小米啊。阿里、騰訊、華為、美團，你說他們壓力得多大吧？3年以後或者5年以後還有沒有他們？消費者還能不能記住他們？還是一些發燒友粉絲，發燒友才能記得住的。劉明揚說啊，春節回來後啊，公司的 AI 轉型明顯加速，每個部門 AI 預算都提高了2-3倍，組織層面開始頻繁調整，所有資源向 AI 相關的業務傾斜，一些作為營收支柱的傳統業務卻逐漸被邊緣化。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常聘教授劉志遠對本刊指出，這一輪 all in AI 的轉型背後有2個核心的技術驅動力，一個是大模型在編程上的巨大突破，自2024年下半年起，
大模型編程能力開始指數級躍遷，到2025年已徹底改變傳統的軟件開發方式。劉志遠對此有親身體會。2022年8月，他牽頭創立大模型企業面壁智能。2025年4月起，他推動團隊全面向AI 編程到年底，200名程序員僅用8個月便完成了2000萬行代碼。沒有 AI， 這些工作量至少需要1000名工程師完成，相當於約5倍的效率提升。未來企業甚至能夠做到10倍、20倍乃至100倍。在劉志遠看來，這意味着 AI 賦能下，企業的規模與產出正在脫鈎。未來一個100人的公司創造的價值可能超過擁有數萬名員工的大廠。大廠怎麼可能不焦慮？另一個驅動力是 AI 智能體興起，這意味着大模型實現了從對話到工作的轉變，開始真正進入不同的業務場景，替人完成具體工作。2股技術浪潮在今年匯聚。劉志遠說前釘釘副總裁張思成本刊說在所有 AI 密切關聯的企業中，互聯網大廠的焦慮最深，因為 AI 可能徹底顛覆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張思成2019年離開釘釘，近年來主要參與 AI 領域的投資，接觸了大量企業管理層。他分析說在上一個互聯網時代，核心商業模式是對人類用戶的注意力進行壟斷和定價。以短視頻平台為例，其通過不斷優化各種算法，可以最大程度的匹配廣告投放與目標受眾，廣告商因此有動力付費。然而，當人工 AI 智能體時代到來後信息流動的參與方就不只是人類用戶，還包括大量的智能體。原先以為人類注意力為抓手的商業變現過程，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至於怎麼變，如何達到新的商業平衡，目前大家還在探索，就是誰也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是這個方向。但每個大廠都希望自己能拔得頭籌，新一輪廝殺與競爭比過去更殘酷。張思成說遊戲規則只有一個，慢則死。你看，就是我剛才說的，為什麼大廠這些頭焦慮着急就怕3年以後自己已經不在這個船上了，而且永遠上不去了，被淘汰，沒有了入場券。一位接近某互聯網頭部大廠的企業高管告訴本刊，這一輪 AI 轉型中，該企業走得相對激進。6月中旬時，他和企業中高層交流，了解到其目前主導戰略共識是 AI 已經可以視為一個完全的生產力，未來公司的資源配置與產品部署都以此為出發點，也就是說會把更多的資源放在 token 上，人力成本则要大規模縮減。實際上這個在國外已經開始了什麼甲骨文、亞馬遜是吧 ，Meta 都在裁員，把人力成本節約出来，然後在資本這塊進行投入，買更多的算力是吧，建機房，已經開始這麼幹了。在整個互聯網科技圈，激進派占了主流。不過有同樣想法的企業 CEO 雖然大約有60%到70%，真正這麼做的只有20%到30%。平凱新城副總裁、原阿里雲副總裁劉松對本刊說劉志遠指出，企業越大，組織慣性越大，轉型的難度也更大，想法常常難以落地。很多沒有包袱的小企業比大廠要激進得多，船小好掉頭不就是道理唄？但是大廠不是不着急這更着急，想要在短時间內推动全员印 AI 燒 token 是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张思成說而太平洋另一側的硅谷就是美國同樣瘋狂正在上演，也就是美国也一樣就是在這一塊實際上是美國在帶頭在2026年初，互聯網科技巨頭 Meta 也在內部上線一個排行榜，用於跟蹤公司超過85000名員工的 token 使用情況。短短30天內 Meta 員工的 token 消耗量就超過了60萬億，這多少錢呢？相當於9億美元。企業管理者心裡一定清楚，這個過程中有很多 token 被浪費，也可能導致一些表演性行為，但這是轉型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张思成說他還指出，企業在試錯的同時，本質上也是在進行一場組織內部的大篩選，擅長用 AI 提效的人適合留下，轉型不夠快的人就會被拋棄。這個 Meta 也不一定就全對
Meta 我記得以前它不是 all in 那個什麼元宇宙嘛，那現在怎麼樣了？所以說這些大企業也不要迷信啊，咱們要祛魅，對吧？它也會踩坑啊，踩幾個坑之後它就沒了，是吧？也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這很正常，符合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全球科技裁員追蹤數據庫最新數據，2020年剛過一半，全球科技企業已累計裁員超過12萬人。根據一家全球職業諮詢公司6月4日發布的裁員報告，在美國勞動力市場5月的最新裁员中，因為 AI 被裁的人數創了單月最高紀錄，占總裁員總數的40%，高於1月份的7%、3月份的25%和4月份的26%。這個就是美國和中國啊，大洋兩岸都一樣聯動了，就是 all in AI。然後就玩命的燒 token， 这是前面啊，但是燒着燒着就发现問題了啊。什麼問題呢？燒這玩意帶不來錢，叫提效瓶頸。進入6月啊，你看啊，王天夫又感受到新的變化。6月初，他的 token 額度從每月的2000美元驟降至每月5000元人民幣，這樣少的，對吧？降成1/3了，降幅超過50%。這源於公司對 token 配額的大規模回調。王天夫了解到 ，token 降幅在不同部門、同一部門內的不同員工之間存在差異。技術崗縮減為每人每月2000到1萬元，非技術崗在500到1000元之間。員工的 token 支出現在被納入了部門經費裡，經費少的部門在分配額度時會更趨謹慎。他收到的關於 token 精細化管理的部門通知顯示，未來由小組負責人合理且靈活地對 token 額度進行動態調配。需結合團隊資源大盤、項目週期、實際工作場景和員工個體需求，逐步建立起 token 投入產出評估視角，不鼓勵無節制消耗 token。這個 token 的大躍進啊，戛然而止。這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明啊，這個是 Meta 吧，說要把自己的算力出租啊，那不就說明大家都不燒了唄？算力突然對吧，好像就富裕了。無論是互聯網大廠還是銀行，很多都不燒了，現在已經開始控制了，燒不起啊，對吧？這種無限膨脹總有個頭啊。劉松指出啊，5月以來，從硅谷到中國啊，越來越多的企業都開始對前一階段 token 狂熱進行反思，轉向精細化管理。最核心的原因是 token 越燒越多，但帶來的效率回報遠不如預期，企業級的整體業績提升不明顯。連大廠快要燒不起了，不要說大廠，銀行都燒不起啊！一位頭部大廠的算法工程師對本刊估算了一下，僅從代碼產出角度而言 ，AI 可以帶來幾十倍效率的提升，但從代碼轉化為落地產品，提效就降到了5倍左右。中間的損耗來自於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過程。他指出啊 ，AI 提效的最終結果與3個因素有關，一個是 token 的消耗量。2是人對技術產品與市場的品味與判斷力，3是所處的組織與平台。後2個因素都與人相關，很難控制。以我為例吧，我讓這個Gemini 做圖，經常啊，他第一版做出來之後不滿意，讓他改，他是改不了的。你讓他改，他給你生成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或者是改的還是達不到你的要求，你只能重新再來一遍，重新他也達不到你要求。有的時候感覺就像開盲盒啊，你的試，有可能有一张試的跟你想象的有點像，那這個就對吧，大量的浪費啊。token 額度下降了，工作量卻沒有下降，還在不斷的加碼，已經離不開 AI 的打工人很難再回到古法時代。王天夫發現啊，說配額下降後啊，身邊的同事開始立刻節衣縮食，頻繁調用便宜的大模型，但經常遭遇幻覺，造成工作效率下降，很多人開始自費打工。最常見的情況是主動購買國外大模型會員，從幾千元到上萬元人民幣不等。前述算法工程師花費4800美元購買了 GPT 年包套餐，自費比例達到80%，公司只報20%啊，80%自己掏腰包。你說你圖啥呢？從 Open Cloud 到 Harness 到最近的Loop， 再到康泰特斯特，每隔1個多月，專業的手機裡
就會被 AI 領域出現的各種新名詞刷屏。他不停地轉發朋友圈出現的文章，但由於工作太忙，沒時間看完。每次想到收藏夾裡那些始終沒點開的文章，他就會焦慮的失眠。將 AI 用得越好，越向公司證明自己可以被 AI 取代，接近被裁的危險邊緣。但如果不積極擁抱 AI， 也會面臨裁員。與此同時，加班時間越來越長，各種 AI 提效分享會越來越密集，最多的時候張毅一周內要參加3-4場，每場超過1個半小時，但分享案例對他實際工作和幫助微乎其微，很多內容只是新瓶裝舊酒，各種高大上的詞在天上亂飛，而 AI 的技術迭代卻讓他應接不暇。這就是3聯生活周刊啊，他報道的，你看大廠的啊，互聯網大廠對 AI 的這種焦慮，對吧？從狂燒 token 到控制費用，實際上跟銀行一樣啊。歸根結底什麼呢？歸根結底就是現在投入和產出比不成正比例，投產比不成比例，不合算，燒不起了。我們完全不需要懷疑啊，未來一定是人工智能時代，但是啊，很有可能跟现在不是我們现在想的樣子。也就是說，现在啊，在以 AI 打着 AI 旗號、人工智能的旗號，硅基在這活躍的這些公司應用，對吧？或者是大模型。或許在真正的 AI 到來的時候，恐怕這些都是過眼煙雲啊，他們只是一個叫過渡狀態，不是一個相對終極的一個狀態，它是個過渡啊，這很難說啊。所以說到資本市場啊，很多人我們押注到這些企業，你也許是押了一個空氣啊。到目前為止啊，人工智能還是賣廠子的在賺錢，對吧？什麼叫賣廠子賺錢呢？就是那些什麼做半導體的、做光模塊的，对吧？做存儲的，这是都是賣厂子的嗎？他們在賺錢啊，他們利潤翻了多少倍？真正的應用賺錢的沒有，到現在還沒有啊。現在而且看不到任何希望。你看各個大模型都在收費，他們能盈利嗎？根本盈利不了，對吧？那國內的豆包收費，它現在收成什麼樣？一收費，反正國內就不用了啊，就是或者它的用戶就大幅減少。那在國內，对吧？還是那些騙子先賺錢，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利用大家的焦慮，已經開始賺上了，對不對？已經開始割韭菜了。只有騙子在賺錢。那美西方呢？那更別說了，是吧？他們想盈利很難哦。也就是很多人啊，很多企業燒了大量的 token 這半年，然後但是燒完之後發現啊是有效果，效果就是體現在人效上面，把人可以裁掉，但是不能增加他的收入。那這種資本市場是，對吧？是不是很高興的啊？不是很看好的。就是你這種故事在資本市場很難撐起這麼大的一個估值，就這意思，對吧？你只是取代幾個人而已，那你不應該有這麼大的估值。這就是為什麼從7月份開始，是吧？6月底7月份開始，不光是咱們這兒亞太股市，美國，對吧？人工智能是不是在巨幅震盪？就是這個啊，硅基科技新貴上竄下跳。為什麼這個上竄下跳實際上反映的就是資本已經開始出現，對吧？不是一邊倒的看好了，是有看好的還在進，是吧？有人漏夜趕考場，是吧？有人辭官歸故里，就這意思啊。那有人還在往裡進，有人，對吧？往出跑了，所以在資本市场體現出來就是上蹿下跳。實際上美國也一樣，對吧？這個人工智能這一塊，它這現在主要是在美國也是半導體存儲這塊在漲，是吧？主要半導體、美光什麼的，是吧？存儲他們在漲。那韓國就是 SK 海力士和這個三星集團，它都是賣廠子的在漲。現在大家把厂子都買走了，厂子都已经买到2029年、2030年，廠子都不夠賣。那問題是拿着廠子的人，他到現在沒找到黃金，還在那刨，那你說怎麼辦？所以很多人就擔心了啊！一看到現在還沒刨出黄金，我先走吧。現在買的人有他的理由，賣的人也有他的理由，所以现在这是個震盪過程啊。至於後面接下來怎麼走，是泡沫破滅，還是賣廠子的繼續賣，還是真的有新的應用啊，對吧？有新的這個商業模式出來能賺錢，這個很難說啊。我感覺啊，很有可能是泡沫破裂，因為我覺得人工智能啊，在3年5年裡面 to C 這塊是很難的，就是我說3-5年啊，但是在 to B 這塊還是有可能，
這個有一些突破啊。但是 to B 這塊的突破，大家也知道啊，那无非就是提高一点效率啊，那大家就是那不就裁人呗？完了之後你用了你效率高一點而已，对吧？你并不能因此而多收入啊，就你能多谈幾個客戶，是吧？你能創造更多的需求，這是不行的。to B 啊，你在 to B 這塊有成就，這個在這個資本市場是很難啊獲得一個更高的估值，也就是你這個故事撐不起這麼大的一個泡沫，是要破滅的。所以對吧？這個就最近對吧？也關於銀行燒不起 token， 這個互聯網大廠也燒不起 token， 開始在這限制，從瘋狂燒對吧？不限制，逼你去燒，到現在不讓你燒，這麼就半年之內啊走完這麼個過程，恰恰給我們的資本市場一個更好的、最好的一個詮釋。這就是我們資本市場為什麼現在在上蹿下跳，對吧？這也就給我們的資本市场給大 A 一個露臉的機會。大 A 就成了一個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今天我看了一下啊，對吧？如果你單看咱們的市场，那你就感覺好像哎呀，又是個黑色星期五。但我早就說了，咱們要跟那个亞太還有美國的股市要對比着看，對吧？你就能發現咱們資本市場，對吧？有關部門良苦用心啊，對吧？主要是壓艙石。你看咱們這個上證指數啊，對吧？主動回調66個點。對吧？1.7%，多嗎？對吧？這個1.7%那都是有講究的啊，但是多一分則不好，多一分則多，少一分則少，對吧？這個都是經過人工智能測算的，這個點位是最好的，對吧？至於怎麼好，那我也不知道，因為這玩意你要知道的，那不就洩露天機嗎？總之你要記住了，這個點位都是經過測算的，是最好的，最佳，對吧？一切都是剛剛好啊，你要記住就行，對吧？然後深圳成指呢是微跌啊2.43%，主動調整343點。北證50呢那是微跌啊3.9%，這都是主動調整啊，而且都是經過精確測量。你看我們的科創榜那簡直了，對不對？科創綜指微跌1.05%，科創50微跌0.14%，對吧？就是小幅震盪。創業板指數微跌2.65%，都是微跌啊！而且今天啊，一個最好的消息就是今天成交量縮了，只有1.9萬億啊，比上個交易日啊少了2600億。這說明什麼？這就說明大量的金融消費者，對吧？鎖倉，哎，你一跌，對吧？你一回調，人家不賣，人家知道這個是主動回調，幫助鎖倉啊。所以你看，成交量已經到了1.9萬億，而且今天啊。還有556家是主動出擊啊，上漲，給金融消費者帶來了快樂啊。主力派了4938家倒車接人，這次又安排了很多人啊，基本上都派回來了接人，就看你上不上吧，對吧？這個主力啊，可以說比劉備還有耐心吶。劉備也只是3顧茅廬啊，這主力已經30顧了啊，300顧，但是很多韭菜牛馬他就是不上。比諸葛亮還難請，我也不知道他，對吧？怎麼就比諸葛亮還難請呢？很多牛馬和韭菜啊，沒有諸葛亮那個才氣，沒有諸葛亮的能力，但是呢，架子比諸葛亮還要大得多啊！你說這叫什麼事，對吧？也是主力啊，這個修養好，主力，對吧？人家有這個高度的一個啊，叫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他不厭其煩的回來接你啊。跟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是吧？早就一騎絕塵走了，管你幹啥？愛上不上，愛買不買。那我們再看韓國股市，那所以說啊，這叫人比人氣死人啊，叫貨比貨得人吶。那韓國股市你看看，那就是黑色星期五啊。24號，韓國股市大幅下挫，科斯比指數啊跌超5%。今天又是向下熔斷啊，昨天向上熔斷，今天又向下熔斷。科斯比收報6690點，我記得昨天不是超過7000點了嗎？你看今天又幹到6000多點，較前一日下跌暴跌啊5.72%。我昨天就說了，對吧？這個韓國啊，這個綜合指數啊，那就是先向下殺死多頭，哎，等到你看空的時候，它也向上殺死空頭，對吧？看空的。哎，等到你以為要漲的時候，它又來殺多頭，就這麼反覆殺啊。
直到這個殺乾淨為止。那日本股市那更加那個什麼了啊，沒有亮點。日經225指數暴跌2.73%，其中軟銀集團下跌7%。你日本的股市一點特色都沒有啊，它只能排在韓國後面，对吧？現在的排序啊，現在全球資本市场排序主要国家啊，這排序是我們排第一，美國排在我們後面，不好意思啊，韓國排在美國後面，日本排在韓國後面，剩下的都排在日本後面。目前就這麼個態勢，對吧？我們就是全球資本市場壓艙石，定海神針，指明方向，沒毛病啊！大家可以往後看，对吧？如果你覺得這個好像不是這樣子的，你可以往下看啊。全球市场，資本市場啊，壓艙石，很快啊，這個美國啊，亞太方面就要派人來學習了，他們這麼搞是不行的，遲早把資本市場搞崩潰呀。對吧？割韭菜，你割一割，養一養，養一養，再割一割，你這樣緊着割，緊着刨，把韭菜根都刨掉了，能行嗎？是吧？美國也不行啊，美國的韭菜養的那麼粗那麼壯，不割，韭菜都成精了，你不割是吧？也不好，對吧？這個古人有云吶，一韭落，對吧？萬韭生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如果這個周末特朗普在波斯灣、在霍爾木茲海峽整點動靜、整點動作，那下周一是吧，還得看咱們怎麼壓艙石，一切都看咱們的市場，對吧？為 A 股馬首是瞻。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